后来，再来这是嘉义民雄的工厝店，昨暝8点外火烧厝，这个大火是为一间的店面开始来炭烧，甲7间的店面烧了了。现场有民众讲，听到有人放烟火，刷落来都导火了。铁片厝被大火吞落包，规排店家火烧甲真美，消防人员紧拍火。 消防人员破坏铁门灭去，一间一间看，敢有人掉伫内底。火烧到半暝啊，才规个拍花。都是做生意，早餐还有便当店。发生火警的所在，伫咧嘉义县民雄工厝店。暗时8点外发生大火，有一间店到7栋铁片厝拢去烧掉。有民众讲，捌看到有人伫咧放烟火，过无偌久就烧起来。疑似是咧放炮啊！ 放炮啊，放新民钟啊，有啦，因迄就烧新民生啦。可能无注意吼，迄炮都起来烧去哦。那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呢，它是火烛啊，所以火势在燃烧非常的迅速，非常的猛烈。因为这边算是民雄闹热的所在，雄雄火烧厝，甲真侪人惊一条，加在无人着伤。消防队员讲，火场降温了后，会进一步调查导火原因。